好，来继续来看检调侦办到柬埔寨犯罪组织泰铢集团跨国洗钱的案件。台湾这位上悬的两个干部，姓王的负责人甲姓高的主管，拢互拘提到案。其中姓高的主管有用手机传简讯，互新加坡一个高层叫做陈秀玲，讲这个陈秀玲就是台湾干部的幕后的总经人，嘛是集团的带头单志伊的新北的小房。有关伫台湾的金流，拢是伊伫境外伫操控。穿硬正西装，看起来斯文的大老板，其实是跨国犯罪组织泰铢集团首脑陈志。伊甲台湾当作洗钱基地，检调侦办调查出台湾幕后总经人陈秀玲。手指动起来，用力点17哦。17陪你更有聊。由艺人黄立成创办的17直播是华人上大的直播平台。我传出台湾泰铢集团高层陈秀玲竟然捌做过独立董事。新加坡就43岁陈秀玲是台湾泰铢不动产的董事长，捌做过17直播独立董事。我伊嘛是诈骗首脑陈志的共犯。张口检方具体到案的包含台湾泰铢姓王的负责人，阁有姓高的人资主管。检调调查出，伊常常用通讯软体和高层陈秀玲联络，详细信息拢经口提调嫌疑上大。来看泰铢集团的组织图，陈志新北中国助理添是叫伊做台湾业务经理人，如果伫咧台湾请秘书办代志，那陈秀玲挂名负责人，伫咧国外指挥台湾干部姓王的负责人和姓高的人资主管去做洗钱的业务。无论是买好野人厝，或者是买限量款的超级跑车，超过40个亿非法摊的要安怎开，嘛拢爱听幕后总经人的话。不过陈秀玲无伫咧国内抓袂到泰铢集团伫咧台湾的金流链，会阁继续追查到底。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